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繼續哈薩克斯坦訪問行程。李家超參觀納扎爾巴耶夫大學，並且同校長瓦卡爾會面，就加強兩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意見。隨後出席嗰間大學同香港高等院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嘅儀式。李家超表示，香港係全球唯一擁有5所百強大學嘅城市，喺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當中位列亞洲第一、全球第4，正係積極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並且全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大學城。佢又透露，目前有大約500個哈薩克斯坦嘅學生在港就讀，成為香港最大嘅一帶一路學生群體之一。佢歡迎更多哈薩克斯坦學生來港升學同發展事業，進一步加強兩地人民交流。未來兩地將會有更多教育合作，共同培育具備國際視野嘅人才，為一帶一路人才庫建設作出貢獻。